OK， 来宾请啊，来宾请。让景，让人，对先。哎，你哪遮久啦？哎哟，啊你即马还袂替我小心啊！啊我阁是酒家的人，当然嘛爱召唤，这我嘛无法度啊。你说，歹势啊！因为阮小妹啊，到即摆还阁找袂着人，阮爸母因的心情即摆足歹，我实在毋知要怎开嘴，甲因讲要替你小心。这我了解啦，啊毋过，安怎？毋过，最近有一个人客，伊雄雄讲伊要出钱替我小心。你千万毋通答应伊诶！我当然嘛袂答应伊，只是我嘛袂用得失伊啊。虽然讲哦，即摆我先甲安踏落来，啊毋过我惊万一。玫瑰小姐，我送去。歹势啦，你先入去等我，我随来，哈。李帅。哦，无拢够啊吼，安尼好，安尼好。啊，无先甲寄你去码头仓库，我小等再寄来点去，吼。安军大人，出巡哦。啥物？我讲你高顶上班啦。我看当处长话你做较对。多少？你今仔暗时敢有应酬啊？不一定呢。安怎？哦，无啦，我是要甲你讲，我今仔暗时会回去食饭。不得了呢！你若唔要回去食饭，我就要踮喺厝诶迎接伺候你。唔是啦，杜生，你莫安尼，我唔是这个意思。规日我暗时有代志要甲你讲就对啊。啊，明华毋是讲要倒来食暗，那到即摆阁无看人。知，菜都冷啊我。杜生，卡啥？阿良，我今仔带你嫂来食饭。欢迎，美玲，加传一份碗底，我来甲汤烫好烧。你遐济啦？杜生，我今仔带你嫂来，主要是要讲阮两个人的婚事。好啊好啊，啊你人客来去酒桌啊敬一罐烧酒，等我招待人客啊。好。唔免拿伯，我无啉酒啦。对了，杜生，你说伊袂晓啉烧酒啊？奇怪，关公不要人大刀。啊，不过我今仔日想要啉两杯啊咧。好啊。来，杜生。敢会当互我未来的新妇听见？来，甜酒的手势阁袂歹，你敢若定定咧灌酒干啊？毋知有即个英雄，会当听咧唱一首卡门，歌词写了袂歹。男人不过是一件消遣的东西，有什么了不起？小等。
你甲我提烧酒，一步提才走。闭嘴！闭嘴！桂花，你妈安尼，我会倒上。敢有需要安尼？你刷，拜托你卖安尼好无啦？你刷，你刷，你刷！多少？你是啥物神材的？玫瑰，上红的玫瑰。就是你知影，你嘛无应该安尼甲糟蹋啊！糟蹋你，就是要互恁两个断路啦。迄只狐狸精毋知用啥物符啊水互你啉，互你烧甲袂想厝。逐工你就甲我舞啊天光才转来。多少？你煞无你讲的遮歹，伊是因为歹命，所以才会坠落烟花。但是伊本身善良，而且对我真温柔体贴，伊是真心的啊！真心的，后表若有情，公马就袂灵啦。温柔体贴的是对付查甫人的手段嘛？毋是，你煞甲我对我一个人好，连别人无。卡上有去拜托人探听，伫你进前有几个查甫人拢可以舞到弄家散体。这我早就知影，毋过伊是因为互一个歹人去甲控制、甲强迫，伊嘛无想要害人啊。所以杜送、卡送，我求恁啊，只要摕出30万，带咱解救美雪，离开迄个环境，一定会当做一个互恁满意的新妇。你超收啦！我无可能互一个趁食查某来做美家新妇。我这世人，就交要娶美雪一个人了。刘华，你已经赶走我一个查某囝，敢不过你要甲我骂杀我一个后生？美雪，是的啊，我真正不要紧，我有心理准备啊。美雪，请你一定要相信我，就算我杜送要到卡上反对，我对你的心绝对拢袂改变的啊！我知影你袂改变，啊，毋过这就是咱的命运啊。英华，虽然咱两个有缘分无结果，啊，毋过和你做伙这段时间，是我这世人上幸福、上快乐的日子。我要像你讲这款话，咱会斗阵一世人，咱这世人拢会幸福。是要安怎幸福？你平常就是无可能的代志，你哪会讲这话，互我加艰苦？美雪，请你一定要相信我，无咱做伙离开家人好啊。即摆时代无共啊，就算我的杜送要甲卡上反对，咱嘛是共款咱结婚。只要咱做伙离开家人，咱的婚姻就免惊去互因破坏啊，好无？你是无想要对我走？我是惊我走袂去。你是咧惊啥啦？这个国家是法律咧。啊，毋过伊是一个黑道呢，万一去互伊抓到，咱就只有死路一条。搁再讲，就算真正互我走去，伊若是找我爸母算是安尼要安怎？若毋是阮兜三甲无钱通食饭，我阿母嘛袂甲我卖掉。我都袂去拄到迄个人，这是我的命，是我的爸母甲我生落来，所以我袂怨叹。我嘛讲我袂用袂管你的死活。
美雪，你放心，我一定要改变你的命运，让你这世人拢过着幸福的日子。所以我拜托你，不管发生什么代志，你拢袂当放弃。咱两个才会坚持落去，好无？只要你袂放弃，我就袂放弃。我去求迄个人，拜托伊放我自由。你甲李明华要相刷走？啊无啊！你的脑筋是相拍天呆去哦啊！竟然会相信李明华会为着你离家出走？伊对我是真心真意的，我相信伊袂骗我。唉，好啦，就算讲哦，伊是真心真意啦。啊，毋过你捌想过无？万不有一天，伊若是甲你放杀啦，你要安怎？无可能，伊遮尔爱我，伊哪有可能甲我放杀？你家己嘛有讲过啦，查某人的青春有限，花无百日红。有一天你若老啊，查甫人的性你敢毋知？还阁有啦，你家都干那一粒后生。就算讲迄个李明华，我尔放荡不孝，伊的爸母嘛无可能毋管伊的死活。啊，毋过你咧，古董是真价值，人老是毋值钱哦。到时阵哦，你就要去铁骑路边的卡苏间啊，做趁食查某啦，啊！30万拢摕袂出来，伊是要安怎饲你？到时阵就是你去上班趁钱来饲伊啊啦。我毋惊。明华，啊，你甲玫瑰伫冤家是无？歹面成真歹看。其实我有一件代志想要找你斗相共。咱是始终惊话听兄弟的，啊，你有啥代志尽量讲啊。对啊，咱伯伯兄弟呢，讲。嘿啦，人讲吼，拍好掠杀亲兄弟掠。你若有需要吼，就算是上刀山跳油海，我绝对冲顶前的啦。我想要甲你借钱。借钱哦，莫讲装笑啦。啊，你是你家的大少爷的，佫需要甲人借钱哦？毋是啦，啊，因为我着临时需要一笔钱，但是我又较歹势甲阮厝内底人摕，所以才会找你斗相共。啊，是要借偌济啊？30万。这我无法度啦。你嘛知我无手头啊。这个数字我摕袂出来啊。拜托诶，我敢是要叫你每一个拢借我30万，你是咧紧张啥？我的钱拢阮无你管啦，我爱问你啦。我二哥外口欠人钱还袂还，我嘛无法度啦。你就知我。说去，莫甲踮遐讲有诶无诶啊。恁哦，真正是有够现实的，哈！每白搞出来拢是食我的、啉我的，即马是安怎？要甲恁借一下钱，袂输敢若看着鬼共款，咱提东提西，佮讲啥物上刀山跳油海，讲甲遮尔好听啊！好，袂要紧，我家己想办法。交陪着恁才会用算我衰啊！明华，明华，明华，你倒来。哎呀，我路上有伫嘛。高中已经收出去啊。明华，转来啊！食饱未？食饱，卡啥？我代志要找你参详。有啥物代志你讲啊？你敢会当花我30万？你都明知影恁岛上袂互你娶美雪，伊哪有可能互你30万替伊赎身？我知影啊，我嘛是准备要甲伊切啊，只是我著感觉伊足可怜，想要甲斗相共，互伊会当脱离迄个环境。等我替伊赎身了，我袂搁去找伊啊。虽然厝内是卡上伫还价，也毋过这大条的钱嘛是爱甲恁岛上摕。所以卡啥？
你的意思是你肯替我甲道上讲？也毋过恁岛上最近心情哩无好，我若甲讲这吼，伊一定起性的。你最近较乖的啦，莫拍拍走。啊，若是甲你安排相亲，你嘛着爱乖乖啊去。毋管你有介意无，总是爱应付一下。等恁岛上心情若好，我再甲讲。好，我一定较乖，我会听话去相亲，绝对袂甲你岛上生气。我来去先去啊。我就是你已经对李明华走的，想要到了搁伫咧哦。无你的允准，我哪会敢离开？安尼，你哪会无去上班？无今日来甲我斗。明华去总钱，我咧等伊转来。李明华什么想法？金德利的少年头家呢？30万敢着要装遐尼久？哼！伊袂阁倒来找你啊！你要看破啦。无可能，明华伊袂骗我，伊是真心爱我，是伊讲伊要带我走的。是毋是需要你退货时阵讲的啊？等候讲回去，脑筋清爽就后悔啊！讲毋甲转来找你讲互清楚，规气都闭起来，拖甲你家己死心啊！好啦，毋相信我讲的话哦，你也毋是毋知影李明华住伫迄道公司伫迄道，直接去找伊问清楚啊！你要找阮逆上哦？是啊，明华敢有伫咧厝诶？伊去上班啊，无伫咧厝。是讲，毋知明华即阵仔拢伫咧无影声。逐工都甲阮高中做伙上下班，暗时啊嘛捌出门。我高你甲阿哥拢真欢喜。安尼真好啊！美玲，敢会当麻烦你甲明华讲一声，讲我有来过，啊，请伊来阮兜一逝。拜托你啦，拜托咧。好啦，我会偷偷甲伊讲。也毋过，阮逆上无一定会阁去找你。啥物意思啊？听讲，阮高中已经替伊找到一个真好的对象，毋若厝里有钱，人嘛身躯真水。阮逆上看过相片嘛真介意，答应要甲伊相亲啊。多谢你。对。三轮车。我去对，巴黎车站厅。三轮车，给对头前一台车。小等下若见着人吼，啊，把你说。知啦。哎，车上，歹势哦，淡薄仔代志去耽误着。袂啦，我嘛拄啊来，来坐啊坐啊。哎，哦，愈来愈水哦。哎，啊，你先问张小姐看要用啥？张小姐，看你要点啥？落下来。
我讲的无毋对吼。对，你讲的拢对。我去互李明华放杀啦，你欢喜啊吼？莫搁怨叹啊啦！我唔甘愿，我真正唔甘愿。万英，我绝对袂安尼就放伊煞，我一定要保护伊。这是一个酒家女啦，你是要哪对付？我无才调对付，你敢会无法度？倒来啊！安那？我看到安那？伊丢转来，敢若真介意咱棉花啦。按早囝哦，我咧想嘛，应该有迄个意思啦。安尼哦。明华啊。啊，你感觉安怎？你敢有介意迄个丁小姐？袂歹。哦，好，你稍等一下。高长，你的电话。哦。啊，冇事冇事。安尼我知。什么代志啦？啊？卡嫂，钱什么时阵摕到啊？我还未甲恁倒上讲哦。你是要我等到什么时阵啊？比刷咧等我的消息，我赶紧甲钱摕到啦。30万就毋是30块，无遐尼简单啦。你若较乖的吼，有机会我一定甲恁倒上讲。免讲。你毋免笑伤人，我无可能摕钱互你去甲迄个酒女赎身啊！卡嫂，你毋是讲我乖，听我去相信你，就要替我甲倒上讲。土句，啊，明华是讲吼，伊可能你煞了做，才要替伊赎身，啊，赎身了后就该断咯，袂阁来往啊。好啊，丽华，你若带张小姐，我马上摕钱互你去甲迄酒女赎身。